主后2023年4月18日，每日圣言讲读经，有幸带来在贺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约书亚记第7章第19、26节。以色列人伫应该毁灭献予上主的物有犯罪。犹大支族中，舍拉的曾孙、撒底的孙、加米的囝阿干摕应该毁灭的物，上主就对以色列人发受气。约书亚对耶利哥派人去逼特里东边逼阿文附近的隘城，吩咐因讲：恁去探查迄个地，因就去探查隘城。因倒来约书亚遐对伊讲：免予所有的人民拢去，简单2、3千人去拍隘城就好，免劳动所有的人民，因为遐的人真少。所以大约有3000人去攻打，毋过煞予隘城的人拍败。隘城的人对城门前对入因，到示巴林落行的所在，拍死约36个人，以色列人就拢惊甲神不附体。约书亚就拆利衫，伊甲以色列的长老伫上主约柜的头前，拍伫涂骹，搁用涂粉染头壳到下昏。约书亚讲：哎呀，至悬的上主！你是安怎带这人民过约旦河，将阮交予阿摩利人，互因甲阮消灭？阮宁可留踮约旦河迄边。主啊，以色列人既然伫对敌面前活转身逃走，我还有甚物话通讲？甘人甲即所在的住民，若听着，一定会来包围阮，甲阮的名对地上涂去。迄时，你要安怎维护你的大名？上主甲约书亚讲：起来，你是安怎拍伫涂骹？以色列人犯罪违背我命令因的约，摕应该毁灭献予我的物，因偷摕欺骗，藏伫因的器具内。因为安尼，以色列人刣袂赢对敌，因伫对敌的面前活转身逃走，是因为因诚做应该毁灭的。恁若无将应该毁灭献予我的物对恁中间涂去，我就无搁甲恁同在。起来，着互人民分别做圣，甲因讲：恁着家己分别做圣，为着明仔载准备。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：以色列人，恁中间有应该毁灭的物，若无交出来，恁一定袂当抵抗对敌。明仔早起，恁着照支族来我遮。上主互倒一个支族抽着签，因的宗族着一个一个来我遮。上主互倒一个宗族抽着签，因的家族着一个一个来我遮。上主互倒一个家族抽着签，因的查甫人着一个一个来我遮。上主互伊抽着签的人，就是有应该毁灭的物伫伊遐。伊甲伊所有的，拢着用火甲因消灭，因为伊有违背上主的约，搁伫以色列中做愚妄的代志。隔日，约书亚透早起来，互以色列人照宗族来伊遐，抽着犹大支族，就互犹大照宗族来伊遐；抽着舍拉的宗族，就互舍拉照宗族来伊遐；抽着撒底的家族，就互撒底家族的查甫人一个一个来伊遐；
就抽到阿干，伊是犹太支族舍拉的曾孙，撒底的孙，加米的囝。约书亚对阿干讲：我的囝，我劝你着荣耀上主以色列的上帝，伫伊的面前认罪，将你所做的代志甲我讲，毋通对我隐瞒。阿干应约书亚讲：我实在有得罪上主以色列的上帝，我所做的事是安尼。我伫抢来的财物中看到一领巴比伦的水衫，2公斤的银，半公斤的金条。我贪到这物就摕来，现在遐物件台伫我布边内面的涂骹，银伫上下底。约书亚就派人走去阿干的布边。遐物件果然藏伫伊的布边内，银伫上下底。因就将遐物件对布边摕出来，带来约书亚甲以色列人民遐，下伫上主的面前。约书亚甲以色列人民将舍拉的曾孙阿干甲遐的银、迄领衫、金条，甲伊的囝、查某囝。牛、驴、羊、布边，甲伊所有的，拢带去阿甲山谷。约书亚讲：你哪会害阮拄着遮尔大的灾祸？今仔日上主嘛要降灾祸互你。对安尼，以色列人民用石头甲阿干钉死，用火烧伊所有的。然后用石头点伫迄顶面，众人伫阿干尸体的顶面踏一大堆石头，到今仔日还伫遐。对安尼，上主收回伊的大受气，所以迄所在叫做阿甲山谷。到今仔日，有迄带来灾祸。诚侪人生胜利组，往往是人所追找甲向往的，因为人生胜利组意思是凡事成功顺利、名声响亮、名利双收。毋过，诚侪人生胜利组往往必须付出真侪别人看袂到的代价。虽然成功互人称炫，总是人伫成功了后，缀得来的往往有迄也变哪大。约书亚记第6章27节记载，上主甲约书亚同在，约书亚的名声传遍全地。约书亚因为战胜耶利哥名声大响，毋过伊和以色列人可能因为安尼袂记得是上帝带领因征战得胜的。当约书亚派人到哀城侦探，因转来向约书亚报告讲，毋免互所有的人民拢去，干那2-3千人去拍哀城就好，毋免劳动所有的人民，因为遐的人真少。因认为面对耶利哥遮尔大的城，以色列倒通刣赢，面对哀城遮尔细的城，因的确稳达达。约书亚听侦探的报告了，打算照伊的经验甲判断投入哀城之战，无想讲以色列煞互拍败。人伫得胜和顺序中，往往会迷失家己，特别是照过去的成功经验所进行的演算和计算。若出现无法度有果的失败，搁较是互人学得接受的。所以，对伫袂歹拄过失败滋味的人生胜利组来讲，就算是一屑仔的小失误也是挫败，拢会感觉袂当接受。
以色列去攻打埃城，若无成功，各方杀死36个人。为着安尼，以色列人竟然勇气尽失。面对失败，约书亚和长老悲伤拆离衫。约书亚甚至发出质问：哎呀，至悬的上主，你是安怎带这人民过约旦河，将阮交予阿摩利人，互因甲阮消灭？阮宁可留踮约旦河迄边。约书亚将战败归咎伫上主的带领，却袂记得因其实是照家己的计划甲经验行事。战败了后，因才归咎上帝。试想，咱是毋是也亲像约书亚和以色列人，定定出在家己照家己的意思做代志，等到结果袂通受伤，才想怪罪上帝咧？有时阵，人生成功所伴随的有限，毋是咱通赢过。咱若无常常记牢是上帝互一切成就，要甲荣耀归互上帝，就真容易因为抵挡袂牢有限引来灾祸。到尾，怪罪上帝为虾米毋及时出手援助，安尼敢合理？这段经文描述，因为亚干一个人犯罪，带予全体以色列极大的灾祸。咱看到的并毋是一个人做代志，一个人担当，是群体中间有一个人犯错，竟然带予整个群体受真大的伤害。咱看到以色列人征战得胜的结果，并无互因搁较顺服上帝，反倒互因骄傲，掠家己真敖。人生胜利组虽然是世间人所向往的，却未必然是军队基督上好的典范。默想，我是毋是向往诚侪人生胜利组，煞袂记得着忠心军队主上帝？我是毋是向往诚侪人生胜利组，煞袂记得着忠心军队主上帝？咱来祈祷，主上帝，你是掌握生命的主，我要全然仰望你，顺服你的带领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